他们跳得很快的，那个在支架。上次你学的那个？哦，不是，那上次单子我没写。你的头发怎么没那么长？你怎么是像棉花饼一样？因为我不想发的。因为你的发怎么那么短呢？
人家的。小朋友在我旁边有4、5个，他们都哥哥在玩，和哥哥配。小宋他妹来了。别动哦！冬日美丽，希望那几个都是人家身高中等的，终究我找你。这个干，对不起啊。这个吧，啊，这个第一个靠第一个。
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我们在学。耶，今天很热的，跑了，再来一个，来嘛跑。
新来的多久？这抖音都没怎么玩，哈哈。一般他们都是用抖音吧。跳得好一些，放得开一点。
所以我们都是男的嘛。后来第二天就开始跳，第一天是看一下，然后网上不是有人问那个旁边怎么多人在旁边看呢？我解释就是说，他们有些是遇到自己喜欢的歌曲那些，他才自己跳；他喜欢的曲子，他才进去跳。他不熟悉的动作比较复杂的那种，他不会去跳。充电线那些，看音响那些，把它动了。哎呀，这。雍正也来了，这是214。这后面，
有3分钟左右，应该3个20多秒。就是搞忘名字了。我今天重新做了那个每一首都重新单独那个做了一个视频，还没做完，做了1天还没才做了10多个。这个是这个传音的，昨天晚上不能联秀，我读书学那个古典舞，他让我拍视频要不要钱？我说怎么可能收钱？反正我也没有。他说他们那个收钱，我说不可能，我说我是不能收钱，因为没有考虑什么盈利的一些。他们那些专业的好像收钱，跟员工他们，他员工都好像是不收钱，好像对永吉他们团队是不收钱。哇塞，那个肚子好大！哈哈。太强了，对焦太强了，这一排10多个全部对上。这个小女孩。不是双星，看错了，好像没回来嘛，好像。是他呀。也是 ，Leicester City， teacher， 啥子？他在看跳舞，他在看跳舞。你也跳舞吗？我开帮来。到了。
重吧，不到6、7斤不重。好嘞。这里来了。哦，用那个手机拍视频，把那个小女孩拍下来。
岁的那个小朋友。我觉得这男的跳的最好，动作最幅度最大那个。Yes, cameras on the picture. That's it. Oh. All right. Okay.
该曲轴来了吗？哦，不是那个泽拉姆。欧姆来了吧？欧姆。今天穿了。水族来了，哦不是，我看他穿了衣服，有点像水族，是个小卒嘛，小卒，就泽拉姆的朋友。我本来叫他把那个手机放这儿吧，我帮他看了那个直播的。他们下午还在直播。这个小朋友也来了，看一下那个小朋友。那个垫子，一个长垫子。
精彩来。哦哟。这两个可以搭配跳那个不丹舞，不丹那边那个舞蹈还可以，很好看。跳的是与众不同啊！
死完了，刚刚都喝了很多水。一会儿几瓶水了，啊，太热了，你跳的太投入了，真是硬投入啊，跳得脱那个。今天他们戴手套，标志。我来了，马罗来了。马罗来了，马总来了。刚刚警察跑过来，直接把音量关小了，直接关小了一点点。这个小朋友刚刚跳了不跳了？现在小宋的儿子吧。扎西高兴死了。旁边在直播的那个是外地的，这个声音很大。我干嘛了？中国队加油！中国队加油！中国他
他学古典的古典舞。这个姐那个是白衣服的，她穿衣的。他学古典舞。这个钟大姐是民族舞，什么舞都会。这个欧姆也是什么舞都会。你在直播吗？对啊，这上面是直播，下面是录，在拍。现在都围了几圈了，他们都今天第3圈吧，第2圈。那个棒棒，哎，这么近的拍一点，拍视频嘛。
走太舒服，跟那个差不多吧，应该是8斤8两，我自己是说是8斤8两，都是这个专业的，和这个整个就差不多。对，我小哥也下一个看一下小哥。
他要找到他的心里这几首卡呀的歌。马上什么天谁拿的用能走看了上，本他不能是他不给钱能走，那床上拿的把的来帮他能在看了上，那床上拿的把的来帮他能在。看来我们不挑那个地方，直接的油都发了。
你们我把人行早说，把的，对不对？公开能的票，给我，三八忙干了，交给人过去小天点评他，给上你二三那么大，这些给我。这是佣人的店啊，我们是个看店的人。对。超川普，跟我说的川普一样的，把别人都笑得不得了，这个。几块钱嘛，这的。你啥子？下了。不能把小一点的话，你超了川普。我们马上结束啊。再讲2个就结束了，再讲2个，9点半就结束了，收拾结束了。要不你啊，那么帅的事情。走吧来了，有什么说来的？老板那个笑容是鬼迷的笑容，我闺蜜的笑。看他直播间那个笑啊，哎呦，真的是太恐怖了。在后面那个在评价他。你要抱他吗？现在抱吗？你7斤多，6斤多，这么重？不重啊。还去跳舞。放到顶门马上就跳舞去了。
了解的身材，这身材也好，但是面貌身材孔武有力。那最后一首吧，应该还有6分钟，2首歌曲，应该2首。这2个随时在一起的。还有几分钟，还可以，还有一首。这个难度大一点啊，前面那个难度小一点。哎，就那个，别拦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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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那个。还有4分钟。啊，都可以。我这个视频发给我。今天早一点。经常来的。那个在录吗？下班了。妈妈，哎呀，我刚发到群里。哦，怎么了？我刚看到人家都跳完了。9点半了嘛？再见。我一个都没看，我刚看到。9点半了。我从那边，我从罗马岛上来。他们2个也跑了吗？差不多久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他们都跑了。哎，我以为我跑10下，我把3个带上来，我打车过来。还能我们从罗马过来，我往那边。我瞧都没跳，几点会儿？